拄仔咱介绍的是冠心病引起的原因，要安怎治疗？刷落来，咱要来讲要安怎预防冠心病。你讲，这上重要的。阿嬷，我先甲你请教一下哦，你平常时煮菜拢用啥物油啊？我拢嘛家己买猪皮来转油啊。用猪油较无好呢，上好是用植物性的油，亲像土豆油也是苦茶油。无啦，炒菜拢嘛爱用猪油较好。哦，安尼吼，所以你青菜拢是用炒的吼，安尼较无好啦，上水洒的较好啦。水洒的哦，是无滋无味，大鱼大肉是食袂起。哦，阿嬷平常时拢咧做啥物运动？阮庄脚人透早就做是逐工嘛咧运动。无共款啦，迄叫做劳动，毋是运动啦。若做是毋是运动，安尼我就无做啥物运动啦。安尼无好呢，你会当去游泳啊，也是讲暗时仔去公园教人学跳舞，也是招一寡朋友做伙去爬山。爬山哦，我即马脚路无好呢，是要安怎爬山啊？因为咱人若无咧运动，猪油食伤济，这种对咱心脏的功能较有影响啦，所以你爱注意啦。哦，